我独孤小艺，这里就没有怕字。我独孤小艺从来只写事实，绝不造谣。君莫邪，你敢抢我的东西！卑鄙无耻、下流无赖、剥皮小人，衣冠禽兽！啊！你敢改名抬价、虚假营销？3月11，调戏女月初2，李峰试图在比赛中抵蜡场和棉花速流。别想！你还写？这个轩轩大陆，要不是我独孤小艺，得有多少不平事啊！想去哪儿呀？打他有什么成就感？跟我打呀！你怎么也来了？当然是救你。